大家问千万语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老一辈拢叫咱食物件爱扣实，千万唔通讨这物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实扣实的实，读四一实第八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实的意思就是收，咱讲收实。另外，这个实嘛有扣好好的意思，咱讲是扣实。也有古早字典解说这个实意思就是集或者是地集。像讲咱去银行欠钱领钱写支票，有时阵要求爱写数字大写，集咱就会写这个实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扣实，这个意思就是节省节俭，少了物件袂拍算，嘛会当讲是扣欠。咱一般拢是用伫咧命食物件袂拍算物件。第二个词读做收拾，意思就是甲乱放物件收好好势，整理好好势，唔通乱苍苍撒野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阿明个性足古摸，逐项物件拢边头收拾甲足好势。另外食物件嘛真扣实，拢袂讨这食物，伊总是会甲物件食好玩，袂单调，这嘛算是一项好惯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实第八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